宜兰的三星乡公所因应近期又过来到报产时，开放民众摕厝内要回收的来换有机肥，喷水变乌金，回收再利用，嘛向民众宣导正确的回收观念。 咱正式村内喷，加水过滤掉了，清洁人员甲内面的粪扫捡起来，倒茶壶入去蓝蓝斑斑的。这个放在发酵桶内面25天就变成有机肥，这就是喷变成乌金的规个过程。滤水平台滤水完，捡拾垃圾，经过脱水，进入到混合搅拌机，跟木屑一起混合搅拌。 然后进入发酵槽。宜兰县这个人五格加三星乡有独回收厂，不过最近五格的回收厂要细收，全县一天差不多10到14吨的量，拢由三星厂来处理，数量真多，希望民众卖浪费食物，减少喷量。来，谢谢您。民众摕塑胶杆仔到公所换一包差不多3公斤的有机肥，自初八开始，民众只要摕回收物，就当去公所换免费的有机肥，一个人一边限定5包。 咱有公告这个表格，每100瓶的保特瓶就可以换1包2至3公斤的有机肥料。乡公所讲，这嘛是春天耕作的季节，有机肥会当让农民好好利用，也少数向民众宣导正确的回收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